大家好，又到小白姐姐講故事嘅時間啦！喺故事開始之前，提提大家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啊！小白姐姐講故事，各位小朋友，今日我哋要介紹嘅呢本書名字叫《復活節》。爸爸，你睇下呢度啲復活節嘅佈置好靚啊！係啊，復活節就到啦。其實每年復活節嘅日期都有少少唔一樣噶，冇一個固定嘅日子噶。每年嘅復活節日期都係唔固定嘅。根據西方傳統，喺每年西曆3月21日後嘅第一個滿月，即係農曆15。再向後推算嘅第一個星期日就係復活節，大概喺3月22日到4月25號之間啊。咁爸爸，復活節係點嚟㗎？點解會有復活節嘅？復活節係一個西方嘅宗教節日，等我嚟話俾你知復活節嘅由來啦。根據聖經嘅記載，大約喺2000多年前，上帝派遣佢嘅兒子耶穌嚟到世上，為咗救贖世人嘅罪而被釘身喺十字架之上。耶穌死咗之後，就被埋葬喺一個山洞裏面，喺洞口前有一塊大石頭阻住個洞穴嘅。喺耶穌死後嘅第3天，啱啱好係安息日，有啲婦女同埋耶穌嘅門徒嚟到山洞，發現咗大石移開咗啊！山洞入面嘅耶穌亦都唔見咗。原來耶穌已經按照佢所預言嘅，喺死後嘅第3日復活咗啦。後嚟啲人為咗紀念呢件事，就訂立咗復活節。而家復活節已經唔再只係一個宗教節日，亦都係人們表達關愛別人嘅日子。喺復活節期間，人們會互相送贈色彩繽紛嘅復活蛋嚟慶祝節日㗎。復活蛋最初係一顆經過裝飾嘅雞蛋。啲人會用顏料將啲雞蛋染成唔同嘅顏色，再畫上鍾意嘅圖案。後來啲人發明咗用朱古力製成嘅朱古力蛋，所以特別受小朋友歡迎㗎。而復活蛋嘅意義喺邊呢？復活蛋係復活節嘅象徵，因為雞蛋代表新生命嘅開始啊嘛。除咗復活蛋，復活兔亦都係復活節嘅象徵。你知唔知點解呢？因為兔仔嘅繁殖能力好強，代表住豐富嘅生命力啊，所以呢，都被人們視為復活節嘅象徵啊。兔仔嘅體型呢比較細，係一種好可愛嘅寵物。但係呢，每年復活節過後都有好多小兔仔俾人遺棄噶。要避免呢種情況發生，我哋應該每天好好咁照顧自己嘅寵物，要愛惜佢哋，尊重佢哋嘅生命啊。小朋友，故事就講到呢度啦。如果你哋都鍾意我哋嘅故事，請你喺下面俾個 like 我哋啊，同埋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啊。小白姐姐講故事，我哋下一次再見啦，拜拜。